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一间托婴中心逼出收伤侪囡仔，聘用无够保资格的老师，而且佫唔开冷气，互真侪囡仔拢热甲生肥啊！以色列伫咧24暗时对真主党伫咧黎巴嫩的40个据点发动攻击，真主党嘛动用大量的无人机甲火箭来反击。嘉义关滨乡的相关法律协会举办传统的普渡办道，结合在地表演团体，希望后民众会当来了解大树野祭文化。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咧高雄一间托婴中心逼出收上侪囡仔，聘用无高保资格的老师，而且佫唔开冷气，互真侪囡仔拢热甲生肥的代志。社会局表示，伫咧5月、6月时有去稽查，发现因无经过核准就聘用托育人员，无伫咧立案的空间照顾囡仔等等，已经甲撤销准公托的资格，嘛有协助17个囡仔来换托婴中心。因若即摆讲到无开冷气的代志，会阁请专家去评估。老师带囡仔行伫托婴中心内底，邀其他囡仔伫较凉所在活动。除了户外活动，有日籍老师指控，入去教室的囡仔也热甲亲像伫外口共款，因为伊方要求老师免伤早开冷气。是很热啊，然后会长一些热疹啊。问园方可不可以开冷气，提早开冷气这样子，还是都没有改善。日籍老师指控，长期以来有的囡仔早起7点半就到会，煞到11点才开冷气，未少囡仔热出背啊。家长反映也无改善，也发现托婴中心请无照的老师超收学生，环境无好。是一个储藏室，很小，真的很小，而且他们那个地方有冷气，但他们没有开。未经核准就聘用托育人员从事托育的行为，另外呢，也在没有立案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收托照顾孩子等违规的情事。市府表示，托婴中心本来有准公托资格，稽查了，因为违反离校法，已经伫6月撤销准公托资格，17个囡仔也转去别个所在。社会局裁罚的一些争议，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吗？现在不方便，不好意思。市府认为无开冷气是托育安排，会请专家评估辅导，确保囡仔的托育权益。卡托婴中心电话无人听，到学校查证，今日员工应答无法度代替主管回应。医方答复家长的批是强调所谓违规事实，是实行进程，托婴中心进程无成停无核准，对主管机关认定确信，会尽上大努力向社会局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有一位便利超商的店长，咱像是不完全结对，干那针对伊蛋的本色，要求着爱拆地啊检查看敢有乌白蛋的物件，所以就去甲跳入去本色车的车道内底。警方是按算明仔载拜一要通知双方到案说明，嘛要来厘清这个店长敢有涉犯妨害公务。粪扫车伫咧清粪扫，无奈暂时停伫路边，因为车道内底毋那拢是粪扫，结果有一个查甫人徛伫内底。这个查甫人伊讲伤欺负人啊，看起来真生气，徛伫内底几分钟，尾啊才落车。不过看起来火气也是真大，伊咧甲清洁人员理论。到底什么原因来火气这大、这生气咧？倒来到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台东县滨南抗议查甫人就是连锁超商的店长。23下晡4点外，敢若不满到本所方要求，底下拍开要检查，真生气跳入去本所车内底。对方发现说你很像，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检查，你只检查我的？然后就开始有了争执，观感不好啊，而且危险性又高，人家又在执行公务啊。危险，真的很危险，自己看到我也吓一跳啊。这店长过去捌见过超商事件废弃物，经过稽查不爱甲收，即摆倒出来底本数，方要求拍开底下检查，讲别人无检查，干来检查伊的，真生气才安尼做。结果清洁队本数无倒收，只有报警处理。做解释说，因为我们认为有疑虑，所以我们才会做破袋检查。做了破袋检查之后，他就认为说，我们是针对他来做的这样特殊的情形啊。跳到粪扫车的车道内底是真危险，因为粪扫车有压缩的设备，哪个地就害啊！警方有加立啦，通知双方到案来说明，继续来调查是毋是牵涉妨害公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真主联合国大使海利来台湾访问，讲有去参访咱的海军基地，看国造厂水艦。
海里表示，台湾用行动来确保自我防卫能力，嘛讲无认同前总统 Trump 讲台湾就爱立保护费的言论，而且嘛认为美国就爱增加对台湾的军事训练甲军售案，也真欢喜看到台湾会当加入美国的国防供应链。 You know, I will tell you, Taiwan is full speed ahead on making sure they're doing everything to protect themselves. 透露访问台湾期间，受邀请参访咱的海军基地见证国南国造。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表示，台湾用行动确保自我防卫能力，协助中国，无认同喘赔保护费的讲法，指出美国应该增加对台军事训练甲军售，提悬台美合作关系，也乐见台湾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its training that we do with the Taiwanese military on all aspects. I also think that we shoul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weapons that we send to Taiwan. 不过，中国除了武器，也继续文攻。最近，咱的友邦帛琉总统惠淑琴指出，中国各用军工做武器，是压帛琉甲台湾断交。美国国务院回应北京掠夺性的经济行为破坏法治，也助长腐败。美国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的活动，不过中国是压的事件是真多。他这没有挂我们中国的国旗。进前巴黎长城桂冠酒店无挂5000旗的事件，引起中国网友抵制调。军家几日讲了后。 长城集团发声明，会实咧各强调认同九二共识，甲反对台独。这也互咱的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中共想要以商逼政。外交部对威权中国以经济胁迫等手段进行政治操弄，企图以商逼政，影响国际商业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当局透过小粉红出征的举措，显为中国对台及对外认知战的一环，正如同其战狼外交的行径。 只会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反感。陆委会也严正抗议中共操作民族主义、鼓动倡扬网友霸凌台湾企业的做法，指出中方行动已经造成国际社会甲投资者的疑虑，也有台湾民众的反感。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东的局势又搁加悬，以色列讲受到黎巴嫩的真主党要对因报复的情报，所以伫咧24暗时就大声对真主党伫咧黎巴嫩的40个据点发动攻击。因那真主党嘛动用大量的无人机甲300多粒火箭来反击。即马以色列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一个搁一个，以军一直瞄准地面的目标攻击。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无停过。以色列国防军日表示，24暗时收到情报，显示真主党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对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国防部长、参谋长协商了后，决定先攻击真主党的40个据点。 צה"ל פועל מאז בעוצמה לסכל את האיומים. הוא חיסל אלפי רקטות שכוונו לצפון הארץ, ומסכל גם איומים רבים אחרים.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为去年以哈冲突爆发了后，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人民、骑家甲社区发射6700多粒火箭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一度搁伫戈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死亡。对于真主党的目标，以军采取自我防卫消除威胁。In a self-defense act to remove these threats, the IDF is striking terror targets in Lebanon, from which Hezbollah was planning to launch their attacks on Israeli civilians. 了，真主党就伫当地透早5点半开始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动用无人机甲发射32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11个军事据点。虽然以色列天气系统哪早真侪真主党的飞弹，也毋过北部的沿海城市亚克有关有一名妇女受到轻伤送病医治疗。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佮一度关闭首都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互真侪旅客受困伫机场。纳坦雅胡嘛伫25早起7点召开安全内阁会议，由国防部长格朗特宣布，未来48点钟以来，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镜头转来看国内，正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推动的公办多间社体大量新城，4年前拄啊完工，即马着真侪漏水等等的问题是真严重。这住户最近又搁收到市府的公文，讲相关改善的工程需要开255万，爱住户做伙来分担，很是无法度接受。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维修的钱一定是政府来出，因若改善工程的经费会搁来协商。流到这边全都是，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虹吸原理
真无奈，只好家己做这个接水的工具，因为这个桶仔是一直伫修理。不过一落雨也是漏水，厝起4年外尔，四界拢是变干嘛？外口见到积水的分量，风吹来也呼呼叫。这是台北市大同区台北市长郭文铁任内开14亿起的公办都更社区大量新城，不过民众大入去了后问题不断，去年因为老爸顶淹水，造成电梯大故障，而且最近5号雷阵雨，大楼厝甲更加连续雨4那拍掉，造成太路落来。那个墙角打下来的落石水泥块，万一伤到人，那个也是很恐怖的，保护度不够啊。怀疑这个避雷针根本就无效，报修更加是真困扰。因为最近佫收到台北市政府的公文，讲相关的修理属优化工程，经费大约255万，爱管委会分摊费用，后面将是无法度来接收。漏了再修，修了再漏，一直到现在也修不好，还叫我们付钱。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事情。蒋万安真的不应该让这些住户再花任何的1毛钱。你们没有一个好的房子还给民众，现在却要民众付255万的修缮费用，这简直是吃人够够。对于新增设施的整体优化，我想这个部分相关费用上述也会持续跟管委会来讨论。对此，台北市府强调，维修部分一定是市府来负担，也来优化部分的费用。市长周万安讲，而且相关局处国家管委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麦热天定定咧落大雨做风台，树仔的安全就要特别斟酌。就监察委员指出，伫这5天内，全台各地已经有900件树仔倒去，甚至有6件地死人的案件，包含病虫害、土壤等等的问题，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应该检讨改进。有一位训练人将要过车路，所好路边一丛倒来树仔喊着。今年2月，台北市无落雨也无透风，一丛路树仔突然间倒来，若记得着停伫咧路边的车，连过路人拢被弄着。好佳在送病了无大碍。也若伫最近中昼过了，天气拢会有变化，突然间大风大雨也直直造成树仔倒来。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停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注意一下那棵树是不是有点倾斜啊，那个也是运气吧。有时候会啊，我们这里内湖树蛮多的，找那个什么树木鉴检师吧，应该是这个他们要定期要检查的。监委王佑玲调查发现，最近5年来，各地已经发生6件路树仔无有景倒来造成死亡，加上100件赔偿的案件，也讲包括着病虫害、种树仔的空伤话、土壤的高度无够等问题，拢容易造成树仔死去有倒来风险。为了保障民众行路的安全，监委希望中央加地方爱检讨改进。既有道路路树来不及的改善的部分，我们会加强巡查跟加固，来加强路树的安全。同市永光处讲，林行道的空间无够，连带造成种树仔空伤侪空，路树仔生长不良。除了评估会甲树仔扫到公园，也会探讨改善林行道时阵进行甲树仔空扩大的工程措施。一若路树仔的病虫害问题，已经请厂商加强派人巡视。种植路边的树仔有调节气候，也有改善市区风景的功能。要安怎兼顾民众的安全，政府爱用心去做。记者综合报道。许热真侪人爱去海边啊佚佗，毋过着民众指控垦丁沙坡的热日线，互当地业者霸占，想要用家己在的热日线，抑个互业者要求爱刷走。因那垦管处是表示会加强稽查，毋过嘛讲部分沙坡本来就是甲业者合作，因会当纳款礼金来做热日线互人用，另外嘛有保留互民众家己炸线来用的区域。真热垦丁南湾沙坡客满省水的人，为咗人家己准备加热的线，所以游客指控无照当地业者的线，会被要求刷走。有人指控业者的线规工插伫沙坡，影响景观。当年派习惯沙坡看到垦管处有效处理。哪些地方是他们业者在经营的地方使用？那哪些地方是游客？使用的地方，要求业者不能排除一般游客进来。麻烦恁有人提前检查，
监管处表示，山坡的山问题会加强处理，也强调国家公园内底山坡大部分甲当地业者合作，部分区域提供业者出租，业者是交权利金或者是负责山坡维护。不过一定有固定区域和游客使用。准芳州虽然无用同款模式，不过业者自主管理山坡环境，也强调未要求游客免家己扎。肯定这个天气谁受得了？是。只要排的整齐漂亮，其实都 OK 了。今天洋伞插在这边，你故意要插在我前面，让我没办法做生意，这个就不对了。那你只要不影响做生意，你插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没关系，大家虽然有管理者，但是没关系，大家一起共用都可以。警方表示，为23到28，逐天9点到11点，拢会派人甲监管处人员去白沙南环小管家、准芳州顶山坡检查。目前发现违规，拢用沟通款道为主，未开单告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家人的海科馆有招真侪阿公阿嬷甲学生囡仔做伙来举办环保音乐会。这音乐器拢是用海边啊桥来铺球、水流茶再制作的，希望让大家会当享受音乐，嘛会当推广爱护海洋的观念。一定阿公阿嬷若唱歌，若配合音乐广告，详细甲看就发现，这乐器拢是用浮球、水流茶做的哦。其实这材料拢是对海边啊桥来的，为着要和民众注重海洋本色和环境的议题，伫家人的海洋科技博物馆邀请乐器手学师傅教时代安怎运用这海洋本色创作乐器，然后选伫8月25阿公阿嬷在即天来办音乐会。阮自细汉拢伫海边耍发现其实很多海废垃圾嘛。其实我最早我就想讲，其实那个浮球，我就想讲，这应该是会当摕来做鼓。这场音乐会唔但有来自社区的潜水团和学生囡仔，海科馆嘛邀请馆内乐龄学习中心的学员，逐礼拜来和专业的老师上音乐课。有学员就分享讲，这唔但互海洋本色有新生命，嘛互因的退休生活充满活力。浮球啊，这就是无用的物件，无倒捡起来，就嘛是甲单调做粪扫安尼吼。唔但即个物件伊会活起来，连阮的生命佫较活起来，佫第二春佫来啊嘿。共同来做这个代志，其实是足好的代志。为咱的台湾，为咱的地球，大家贡献一个心力。这是阮海科馆同注重的代志。海科馆强调，博物馆唔但是展览典藏传播知识的所在，嘛有推动终身学习和社会教育的使命。因希望透过这款活动，唔但互时代有成就感，嘛通互民众有爱护海洋的观念，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家人报道。嘉义民雄伫咧旧历7月拢会举办大树野祭，各庄头拢会举办普渡办桌。不过，即马是已经愈来愈少啊，所以在地相关发展协会今年就甲普渡办桌结合在地表演团体，希望会当吸引民众来了解大树野祭文化。无同款的，比如讲，咱歌戏内底角色吼有4大角色，吼。小声、小段，小段，小抽啊！伫台顶向民众来紹介歌戲的文化，嘉義縣民雄商圈發展協會配合大樹野祭，舉辦普渡辦桌的活動。我若準備食的物件，佮邀請在地文化團體紹介大樹野祭故事甲文化。較早吼，伫台灣吼，漳州兩島吼，師兄真濟啦吼。較早普渡是有一個度化家這師兄家冤魂祭祖。但是即马普渡无共啊吼，即普渡一种对神的敬意啦吼，嘛是种文化的传承。人人绣花红，单调气球开，三生坐下杠。除了紹介大樹野祭廟口文化，佮透過辦桌的機會，互民眾來體驗歌戲的本身。民雄商圈發展協會表示，借着一年一屆的大樹野祭，互豆豆啊無記的普渡辦桌文化，會當互民眾有無共的體驗。來家我希望來家家食飯吼，不只是食飯爾吼，食辦桌爾。吃到這個山海之後，我們還可以了解我們民雄的文化，然後包括咱傳統的版仙的藝術吼。即我來家第5檔啊嘛，進前2檔攏有遮熟悉朋友啊，伊攏有大家講，普渡時陣是安怎啊，大市啊，遮是安怎呢？就定定咧同工咧講就知就走來耍安尼。商圈發展協會表示，較早的辦桌是民俗，即馬辦的是文化活動，除了是希望讓少年人更加熟悉民雄的傳統，嘛會當透過體驗的過程，增加對文化的認同甲印象。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
进前唯一代表咱台湾去参加巴黎奥运霹雳舞的选手孙静，前一阵仔伫咧荷兰 IBE 国际协合舞蹈节摕到1对1的亚军。今仔日伫咧斯洛伐克的爆炸节比赛当中，佮摕到1对1比赛冠军，创下伊个人甲咱台湾的霹雳舞纪录。 经过奥运的大舞台，孙静的表现是愈来愈好。伫咧爆炸节500位选手当中，一路拼去到决赛，落尾嘛顺利赢过乌克兰的选手，摕到伊个人头一个世界冠军。孙静伫咧赛后，佮表示希望会当争做霹雳舞界的王建民，互世界拢会当看到台湾。 再来看到2024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咱台湾的代表队是以4分比1分赢过委内瑞拉，摕到国际组的冠军，而且是让15档，搁再拼入去世界冠军战。接落来，伫咧台湾时间半暝3点，就要来对战美国组的冠军，打拼要搁再摕到世界大赛总冠军。 中华一直欢呼拍扑啊！真侪台湾侨胞包车甲家己赛车到场为小将加油。2024威廉波特世界小棒锦标赛代表亚太区出赛的桃园市鼓山国小小棒队出战代表南美区的委内瑞拉队，最后4比1胜利，摕到国际组冠军。隔15年，搁晋级世界冠军战。今天我们和队友一起拿到国际组冠军，觉得很开心。 然后对明天的比赛超有信心，一定可以拿下这个胜利。我今天为球队贡献1专打，然后拿到了国际组冠军，明天要拿世界冠军，加油！ 这是届威廉波特世界小棒赛台湾代表队派出的先发投手赖成熙，这是伊伫小棒生涯最后一场。上场5点1局只被攻出3支安打，失1分。无论球速也是变化球，拢到位稳定控球，完全压制委内瑞拉队打者的火力，表现真精彩。今天投5点1局，拿11次3振，碾压全场。少棒做事投球，觉得自己表现很好，10分。这一次在赛前期大家的气氛就很热烈，家长们、球员们其实心情都很亢奋，所以今天我们的先发投手赖成熙也表现特别的好。 鼓山国小小棒队伫2024威廉波特小棒赛当中，一路打败加拿大、澳洲、古巴、日本、委内瑞拉，用全胜的纪录得到国际组冠军，会伫26透早3点对战美国组冠军，要拼过28年世界大赛总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 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东部地区25度至33度。 一个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